中環演藝圈超過半個世紀嘅 Ben 史雄，自幼家境富裕。1958年，隨家人由廣州移居香港。1971年 ，Ben 史雄報讀 TVB 第一期藝訓班。入行時因為經常揸 Ben 史返工而獲得 Ben 史雄嘅封號。之後佢加入演藝圈，演出《歡樂今宵》，並拍攝多部膾炙人口嘅劇集，好似《新紮師兄》。放過我啦，家姐你試下先啫。係咪好味啊？過得去啦，過得去咧，梗係啦，你知唔知啊？我苦試咗2個禮拜嘅精心跑仔出嚟㗎，好食啲，試下呢先。隔世追兇等。而家人人都唔信我真係冇放走個犯㗎。唔係人人，你都冇講清楚，唔包括我啊嘛。老婆，好在有你支持我啫。而近年嘅作品就包括《家族榮耀之繼承者》、《陀槍師姐2021》。喂，你應承過我，同我解放我嘅腸胃，同埋解放我心力嘅咧。爭分奪秒，賣剩 Lady。哇！你真係同攬枕講嘢嘅喎。哇！你搞咩啊？哇！你想嚇死人咩？唔該，你出翻去，我好攰，我要瞓覺。你好攰咩？而家你頭先喺街度好精神嘅噃。費事同你講。使徒行者，而當中歡喜哥一角更係大受觀眾歡迎。雖然 Ben 史雄參演嘅角色多以配角為主，但佢一啲都唔介意，仲話做配角最舒服。佢搞笑幽默嘅形象同精湛嘅演技，一直都深得觀眾認同。喺2012、2013同2014年，更連續3年喺萬千星輝頒獎典禮獲得傑出演員大獎、最佳男配角以及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。多謝投我票嘅朋友。其實咧，呢個獎咧應該係《使徒行者》嘅監製文偉雄啫。所有成個歡喜歌都係佢構造出嚟，只不過我係代佢做出嚟嘅啫。不過唔好意思，個獎頒到俾我，梗係我唔會俾你嘅。除咗劇集之外，喺電影方面 ，Ben 史雄亦有唔少代表作。佢更憑《暗戰》獲提名金像獎最佳男配角。Ben 史雄唔單止係一名好演員，佢更係一位好老公同24孝爸爸。1992年 ，Ben 史雄同新加坡籍嘅太太結婚，育有一女許慧清。老來得女嘅 Ben 史雄視女兒為掌上明珠，兩父女關係非常好。除咗曾經打本700萬港元俾熱愛烘焙嘅女女喺新加坡開咖啡做生意之外，更將2000萬物業贈愛女。Ben 史雄近年逐漸減產，早年更斥資逾2300萬港元喺新加坡購買豪宅過退休生活。但近年因為愛女跟隨丈夫喺香港定居，所以 Ben 史雄同太太又決定回流香港。今年6月 ，Ben 史雄更帶女女去廣州，自己細個生活過嘅地方拍片打卡。當時已經有網民發現 Ben 史雄步行時頻頻喘氣同抹汗，身體狀況令人擔憂。而 Ben 史雄離世前1星期，女女仲同爸爸打機享天倫之樂。點解着咗燈？電腦嘅。估唔到相隔幾日 ，Ben 史雄就同大家陰陽永隔，但相信佢幽默樂天嘅一面一定會繼續留喺觀眾嘅心裏面。